即马真流行使用社群网站，嘛去互诈骗集团刊广告来骗人。去年抓到这种骗人的广告，就有8万多条，其中 Meta 是占上侪。不过警方即马发现讲，诈骗集团即马开始转向流量，还佫有互动较侪平台 Threads 来诈骗，提醒乡亲都要特别注意。 点开社群软体资讯一手掌握，但伫看这物件时阵，爱设置诈骗伫内面。FB 比较久啊，所以诈骗手法也比较多。像 FB 还有什么购物的，所以呢，应该诈骗比较多吧。Facebook 比较多比较年长的人，然后一些广告比较容易被骗，或者是卖东西。刑事局统计，去年通报网络广告平台业者累计超过8万个涉及诈骗的广告 ，Meta 是占79900外个 ，Google 嘛有1900外个。面对社群软体这么侪限制，警方分析讲，这诈骗集团的策略已经有转型啊，开始入侵高流量、高互动的新兴社群平台 Threads。 常常是以时下最流行的，不管是演唱会的门票、周边，或是偶像的商品，或者是公仔、盲盒等等的，去吸引民众的浏览。但当民众实际汇款之后，这些诈骗集团的账号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不管是红啊、手机啊，还是爱豆、偶演的小物，含演唱会门票、这商品的买卖，警方提醒讲要注意是假买卖真诈欺，尤其若是讲到免钱送的，都要提高警觉。若是安尼，伫国内受骗财产相关的假投资诈骗，嘛结合 AI 技术，加用名人录的影片报名牌来骗人，即嘛是真歹发现迄是假。让一些城市去看它的一些产生的这个轨迹，还是可能会有一些破绽。但是以我们一般民众在看影片来讲，这个其实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。现在的技术会越来越配合的越来越好，所以其实我们现在看到来讲，那几乎就是说会越来越逼真。影片是真歹分辨真的也是假的。资源学者建议讲，检视发布的粉砖的小号，判断来源敢会当相信。即马诈骗真侪，一个无注意、无纠正，都有可能落入陷阱。记者综合报道。